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娛樂花生堂，我係 YM 馬路吓。今日再次為大家咧講解嘅娛樂新聞咧，就關於嚴明熙同埋衛蘭嘅。喺講之先咧，歡迎大家咧幫手撳一撳個訂閱掣，撳翻個鐘仔。咁一有娛樂新聞咧，就會通知翻大家。呢個咧係娛樂花生堂專門講一啲娛樂新聞嘅頻道嚟嘅。好啦，咁入翻正題啦。Jealous 衛蘭同埋 Gigi 嚴明熙咧，依對咁嘅靚聲組合咧，即將咧喺今年嘅8月29日星期六嘅晚上咧7點鐘喺亞洲國際博覽館 Arena 就舉辦咧拉闊舞台。咁咧依次名為咧就叫做他和他的秘密嘅音樂會。對 Jealous 嚟講咧，呢個意義非凡啊，因為咧佢已經離開咗呢個拉闊舞台20年，再度回歸。而對 Gigi 嚴明熙嚟講，更加重要就係首次踏足拉闊嘅嶄新挑戰。兩個人咧早前拍攝咗一個復古夢幻嘅宣傳照，已經咧好靜靜雞咧話咗俾我哋聽，將帶樂迷咧走入一個窺探咧佢哋心底私密空間嘅音樂旅程一個風格，我哋睇一睇。咁啊，其實衛蘭同埋嚴明熙咧就係一對師徒嘅組合嚟嘅。咁啊，緣分點樣開始咧？就基源於咧音樂比賽嘅。咁佢哋咧就喺音樂比賽度認識嘅。Gigi坦言咧，兩個人咧都係屬於性格內斂嘅 I 人。I 人咧就係同 E 人啱啱調轉嘅。I 人就係比較靜嘅。你唔好睇阿佬而家講嘢咧咁。即係講嘢咁多嘢講，其實咧我都係一個 I 人嚟嘅。Off 咗咪咧，我都係一個好靜嘅人嚟嘅。咁啊，習慣咧先感受環境同埋氣氛嘅能量，呢種相似嘅頻率咧，令到佢哋兩個咧唔需要講咁多嘢，就可以自然咧懂得咧對方想做啲乜嘢，配合彼此嘅節奏。咁啊 ，Jealous 咧亦都講啦，由 Gigi 出道至今咧，一直睇住呢位後輩嘅成長同埋蛻變，更加咧講到直情係咁講。I so proud of her, really proud of her， 即係好為佢光榮驕傲啊！佢認為兩個人性格極為相似啊，因此一拍即合。講到咧今次嘅聲音上面嘅合作咧 ，Jealous 對 Gigi 可謂讚不絕口，直言咧對方有天使嘅聲音啊！預告咧兩人嘅聲線會極度合拍。相信咧當晚嘅合唱同埋和音部分咧，更係驚喜嘅所在。Gigi 亦都覺得咧兩人嘅講嘢風格同埋柔和聲線，完美契合咗呢個主題。呢個主題係咩啊？他和他的秘密，兩個女仔他。Gigi 咁講嘅，因為我哋嘅聲線聲量咧就係一個講秘密嘅聲浪嚟嘅喎。喺演出曲目方面咧 ，Gigi 話除咗期待演繹咧 Jealous 嘅經典作品咧，亦都期望咧同前輩咧一同挑戰空靈曲風。Jealous 咧亦都透露咧當晚唔排除咧會嘗試挑戰快歌咁話。Gigi 文言咧就話咧，如果由自己單獨演繹咁 hyper 嘅快歌，或者會有啲難度，但係有 Jealous 喺度咧，佢就非常之期待啦，向歌迷咧展現截然不同嘅一面嚇。咁相信咧呢個咁嘅 crossover 合作咧，都會帶俾咧歌迷樂迷一種好嘗試好 fresh 嘅感覺㗎，我相信係咪？今集咧就娛樂花生堂講到呢度，記得咧做翻個訂閱，撳翻個鐘仔，同埋留意翻我 follow 翻我嘅相關社交媒體。多謝晒大家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